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22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日前连续落大雨，再加上最近日头赤炎炎，非常容易造成天狗日的变化网。所以台南市天狗日防治中心就邀集各区的林里长来到中心听出防疫简报，并且呼吁民众在落过雨了后，一定要落实巡导清路的步骤，才当有效防治天狗日。雨水多、气温悬是发生天狗日疫情的条件之一。最近因为天气转变，和市府唔敢无注意，伫咧台南市北的监视热区放幼软桶调查，发现各区总共91个里拢被列为高风险的里别，其中佫以北区上介严重。对此，台南市天狗日防治中心邀请国家文明中心总召苏益仁博士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民众爱提悬天狗日的防治意识。这监测呢？总数是184个里，所以呢，91个差不多占一半，所以咱感觉迄个真担忧啦，真担忧。那这社区内底呢，咱知影是无登革热病毒，但是若有的时阵呢，有可能因为借由这个蚊子呢来传播，所以咱莫去拄到100%以迄个情形啦，来到遮呢，我也是要拜托大家，这个主任呢，我也来到遮4个外月，希望呢，咱的乡亲呢，大家做伙拍拼，市长也讲拍拼是为着啥？为家己啦。目前，市府以劝导的方式提醒市民落实自清的工作，但为着要保障市民的健康，市府将伫咧6月26号开始稽查，一旦发现阳性的容器，将会直接来开罚单。6月26号开始呢，根据法令呢，就不再辅导。那我们看到的资生源，那我们就是要开罚，就要开罚。那这个是不得不的这个一个做法。那希望大家呢尽一份力。市府希望市民会当主动清除厝内面积水的容器，落实环境自我管理。也欢迎市民爱多加利用长文人 APP 来进行通报。经过查证确实，市府可以送洗碗精以及电蚊拍来鼓励。台南市天狗日防治中心也提醒大家，台南市的防疫需要全民参与，做伙拍拼为家己消灭天狗日。台南新闻专员采访报道。位伫湾里巷仔内一号价修理好，因为大个厝严重破损，经过厝边甲里长的通报，伫1个月前，透过议员林美燕协助，社会救助科、上午会堂区公所甲里长前往会勘，预计6月底进前，社会局将会介入协助价修理好来修厝。伫当地里长甲议员林美燕协助之下，市府社会局、上午会堂区公所甲修复人员实地会勘，一进入价修理好的厝内，看到1楼物件堆甲满满，而且电线拢走出来。一家伙仔4口，平常时也着住伫2楼，石棉瓦搭起的2间厝，因为年久失修，天崩老雨，看起来破破烂烂。经过议员争取，甲社会局评估，市府将透过社会资源为价修理好做整修。这个就是当事者的邻居通报我们说，这个当事者因为他本身得了癌症，那娶了个外配新娘，又2个小朋友，在身体状况又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之下，房子已经残忍失修。所以严重的漏水还有危险性、急迫性的危险性，所以希望能够加以协助。那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马上来介入。从5月23号到现场勘查的第1天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估价，
好，请社会局完成估价。在这个估价里面，我们有看到对里面的危险性，包括水电的部分、电表的部分，因为那个电表真的太简陋了，电线趴着，让我们觉得蛮担心的。还有它的饮水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老旧的房子，它的水塔是用水泥去就是搭建新盖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说必须要做一个环境的改善。那当然，我们有看到它现有的一个建材是石棉瓦，石棉瓦现在已经列为有忌毒的建材，所以也不适合做一个建材的使用。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就是前面做一个更新。林姓一家伙仔4口，本身因为失聪，领有重度心脏，一对后生查某囝，查某囝也属于轻度障碍。平常时除了靠政府生活津贴，无够的有挂一个家后做线工，生活会当讲是真轻欠。政府为了帮助一家伙仔住了较安心，出手斗3工，修复工作预计6月底进行施作，预计7月下旬改善完成。台南新闻民间采访报道。台南市的航空巴士目前总共有144台，其中只有1台中型的车，上侪会当载4架轮椅。所以目前上界欠缺的，就是大型的航空巴士。新创团体就透过议员李文正来争取，现主时总算有客运业者准备要提出申请，希望在明年的顶半年，就当看到大型的航空巴士。为了鼓励新疆朋友行出户外，伫市府社会局努力，台南市航空巴士为合并进前只有几十台，现在已经增加到144台。除了中型上侪会当载4轮的轮椅以外，现在欠缺的就是大型的航空巴士。地属新疆团体出游，拢爱向着外县市来组织。透过议员李文正多处的反映。即马总算看到淡薄仔希望。新营客运啊，已经有要来用即个大众运输的名义啊，要来申请价底盘的即个副刊巴士啦。吼，即马像讲咱台南市的一寡即个公车大众运输啊，拢是价底盘。吼，即马咱价底盘的时阵吼，咱咱当然咱就会针对这轮椅族来设计嘛。吼，咱伫普通时的时阵，伊嘛会当去载即个人客咧。吼，你若像讲，咱若拄有要用着讲遮个轮椅族的，吼，咱遮身心障碍朋友若要办活动的时阵，伊就会当特别为咱来服务咧。吼，即个对咱客运公司来讲，吼，伊嘛是会当甲即个交通部吼来申请，吼，即有若拢会有补助，吼，安尼对因的即个营运，嘛袂讲有啥物款的一个。额外的负担啦，吼，所以安尼对客运公司也好，民间的业者也好，也是讲对咱的政府来讲，吼，也是讲对咱这身心障碍的朋友，都会当创造即个对大家拢好啦。一条预算就来讲，使用者付费，毋是免钱，你著甲编来讲，你共款爱租啊，爱出车主啊，你司机出去嘛爱加班费，爱种种的，你只要比人较俗，咱的市府佮甲补助一下。安尼是毋是讲咱鼓励，就像议员讲的，你鼓励咱这身障者大家行出去嘛？哦，所以我的建议是说，我们要一部专属副刊巴士，就是讲哦，咱的迄个游览车，较，莫讲哦，你用迄个公车来咧改啊。议员透过市府社会局甲交通局协调，虽然目前咱市伫个130台加地板的公车。每一台拢配有2个轮椅的座位，不过新疆团体也是希望会当建立新疆者专属的大型巴士。对此，交通局也回应，目前已经有客运业者提出申请，预计下半年争取补助，上紧明年中会当上路。台南新闻民间采访报道。市府文化局伫个去年推出限定的元老甜点，得到热烈的回响，所以今年再次结合7间庙宇加14间饭店，推出7色限定甜点。上午伫个大观音亭发表的2款甜点，将盘杯由看喙元老来决定倒一个才是伊上介介意的。7夕情人节限定版本的甜点发表会上午伫个大观音亭举行。这届的甜点是由香格里拉远东大饭店设计制作，有气味酸甜，亲像是恋爱滋味的法式柠檬乳酪，
要以胭脂为设计概念的创意饼。这两款的甜点要先下予大观音亭的看嘴元老品尝，试看卖啊，这东方甲西方合并的创新滋味。要为今年七夕嘉年华的活动，特别来开发月老喜欢的甜点哦。那我们大观音亭破嘴月老上有名啦吼，上老讲亲情，舌灿莲花，嘴上大。所以这次香格里拉的主厨特别来以破嘴月老这样子的一个造型，他来设计了法式的柠檬乳酪，大家可以看一下，哇，好漂亮！把这个月老的特色都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甜点把它呈现出来。那另外，他们又开发了第二项，因为咱的盐粉咱新济公月老，你若求了，产的盐粉会互你愈有人缘啦吼。所以对迄个盐粉的创意，又开发了一个款式的所谓的创意的饼干。大观音亭行政宫也感谢各界全力支持甲合作，才互这间庙香火旺盛，有愈来愈多人来参拜。因为大家全力的支持跟合作，也促成我们前台的这一些亲人朋友组成，不但结婚，还组成美好的家庭，也都非常的圆满来回到我们大观音亭来拜拜，来谢我们的月老公公随后，大家拢聚集到元老宫面头前，由香格里拉国际远东大饭店总经理凯德曼献上这两份甜点，并用跋杯方式请示元老对一个伊较介意。结果看嘴元老讲两款拢真介意，仪式也圆满来完成。台日新闻1号采访报道。下关节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文化局出版的《美印台南双月刊》，为2011年出刊以来备受好评，累积至今已经超过30期，用多元的方式介绍大台南的人文风情、甲草根艺术等等。文化局也特别将第1集到30集的刊物做成特刊，正式发表。将这台南的风土民情全部拢记录落来，无论是美食或者是特色风景。也是在地传统工艺专家的温暖故事，拢伫咧这小小一本的《美印台南》当中。这本册一直延续着在地精神，将伫咧台南发生的一篇一篇精彩故事记录落来。其中由在地知名作家王浩一老师所创作的专栏，更是大受好评。看看小麦田，去到那个昂嘎顶巴掌溪的南岸看西瓜。去看洛梨，甚至于呢，把菱角，然后把它拉起来看看，哦，原来菱角长的样子是刚好跟我们所印象中不是这样子敲上来，它是反过来的。所以看到那个现场，然后看到真的有人泡在里面穿青蛙装，然后在那边采菱，还觉得说哇，台南真的是一个地大物博，甚至于呢还飙到关山村，然后去采访，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做黑糖、做红糖的。那个老板跟工人，老板当时候非常的骄傲的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们这边离最近的 7 30分钟。”
学到说，原来台南有这么多躲在角落，可是呢又物产非常的丰富，里面的人、里面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当这些的作物写故事、写身世，其实也是我的荣幸。台南真的是太丰富了，有很多是从这一本书里面，你可以去重新认识这个台南。所以这里面谈到了很多的所谓的职人的部分。刚刚浩一说的，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踏查原台南县的所谓的农业物产的部分。其实每一篇都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哦。所以我要特别跟大家报告，就是说伯伯的34页其实是非常多的编辑群大家努力所真的是字字珠玑呀，哦，然后加上我们的美编。所以是值得非常拥有，而且应该仔细来阅读。将第1期到30期的精华全部拢集合起来，做成一本《美印台南全书》。这日起已经发行了，无论是质感或者是内容，这本《美印台南》拢大家慢慢啊品尝甲欣赏。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小龙文化园区为2013年开始邀请外国的艺术家进驻，创作真侪无同风格的艺术品。现就是奥地利的艺术家丹尼拉·古德曼，就创作了关系生命意义的整理艺术，叫做《脆弱亦或自由》。希望透过这个作品，互参观的民众会当甲大自然来对话。这个脆弱亦或自由的整理艺术品，是由奥地利艺术家丹尼拉·古德曼用脆弱为主题，将灰啊拍破之后，放伫枯死的落梨树上，象征自然界生命的脆弱甲死亡。同时，艺术家也将进前访谈30位嘉义地区的居民对生命意义、死亡、脆弱、自由的看法，做伙呈现出来。骁龙国际艺术村呢，我们做驻村的这一个交流呢，已经在台湾受到非常多艺术家的瞩目。那这一次呢，我们也跟奥地利格拉兹建立非常好的这个交流的管道。那他们派遣他们的这个艺术家来到登纽拉，来到我们骁龙艺术村驻村。这一位艺术家呢，他本身是一位陶艺的艺术家，那但是呢，他来到这里了以后呢，因为他刚好遇到知道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有这个地震，那因此呢，他就把希望可以表现自由跟束缚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概念，让他把陶瓷呢，用破碎的陶瓷去挂在这个已经即将枯死的这个树木上面，那去诠释呢，自由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受到束缚的意义又是什么？希望民众借由这样的作品，能够有更多的省思。古德曼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集体表演者。这届伊也将结合这个整体艺术，伫6月24号下晡进行特色的演出。这个作品将展示到8月22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做伙来欣赏这个独特的作品，做伙探索生命意义。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代病医骨科医师柯博彦日前在日本学习肋骨软骨移植手术，专门治疗常常发生伫青少年投手身上的手脚关节病变。互原本无法度继续讲棒球的少年选手，伫治疗之后会当继续棒球运动。这位17岁王东岳，过去高中时期就是优秀的棒球选手，但是近一冬来投球的时阵，拢感觉手脚会酸痛，而且球速也下降真济。经过侪复健，拢无法度改善。后来检查发现是正边手脚肱骨小头软骨严重损伤。现代病医柯博彦医师建议施行肋骨骨软骨移植术，经过半冬的调养，即马也重回球场。这适用对象症状最主要是在刚刚提过，就是12岁到17岁正在发育当中的青少年，那有接受比较高强度的投球的运动的话，比较容易发生这样子肱骨
肱骨小头分离性骨软骨炎的一个情况。那其实这个是有分期的。早期的话，保守治疗，所谓保守治疗就是改变手背位置的话，可能是可以恢复的。那比较晚期的，当整个软骨都已经分离开来了，而且掉到关节腔里面的话，就要做比较积极的手术治疗。其实大部分在早期休息期都会恢复的，等到拖到软骨整个掉出来，掉到关节腔里面的话，休息也是没有用的。所以重点是早期知道说，意识到有这样子的一个疾病是很重要的。柯博彦医师表示，国内对着青少年运动选手的运动伤害，相对日本较无重视。国内青少年棒球投手一旦发生这种病状，可能袂被注意到，造成无机会被诊断甲治疗。如果有这种手脚、肱骨、小头软骨严重损伤，又搁无愿意放弃棒球运动，肋骨骨软骨移植手术是值得考虑的治疗方式。台联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之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记录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6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